照丰台北来预期心理菜价总是直直起，议员李文俊伫中日旬就提出单买一斤也搁爱70块的高丽菜，认为菜价较大也未降落来，因为产地一粒才22块，结果到菜单一粒就至少200块，超过要10倍，要求市府向中央反映心声，到底是倒一个环节被剥削，一定要提出稳定菜价方法，唔通互民众忍受高菜价伫无风无雨的风台高档。因为菜当买价的时候，咱是毋是有用冷冻库出来冷冻嘛？冷冻了等甲进这个时阵，你这个东西要试出来啊！我甲看这人囤积伫遐到这个时阵，豆豆啊咧卖，豆豆啊卖。恁敢有去想到这个？我来家己做报告吼。一般伫咱中央伊咧动的拢是根茎类较济啦吼。即个是叶菜啦吼。叶菜部喏，伫咱的以后，咱的生活的能力做好的时阵吼，这嘛是拢会当来做调节啦吼。另外就是讲叶菜吼，头尾拢正个月，伊就会当生产出来。所以伫到即阵的时阵吼，我们要注意吼，逐步吼，伊叶菜供应会逐步来。它会增加，爱日趋稳定啦。我甲你讲啦，逐步到今已经逐步偌久啊啦。你甲看第一届风台，咱都还无风台入来，安尼迄阵就开始进程就开始起到即阵啦。来发现那个无生产，就是拢爱看人的头面，你家己生产的，结果咱成本应该比人较低，结果即马较小怪，我感觉我来甲建议。就像市长所回应，台南就是蔬果的产地，菜价伫丰台过后起码3成，较无合理。议员表示，连过去小送的葱仔一支嘛70块，甚至白莲菜伤贵，菜贩嘛拢无进货。毛议员李文俊相当感慨，不止小市民食袂起，这款的介绍互学生的营养午餐嘛食无。强烈要求适时说出冷冻蔬果来调节菜价，嘛避免半伤囤积。台南新闻，阮子林英光采访报道。